法官大人，根據我證人嘅口供，被告如廁之後喺廁所地板出現一粒黃豆大細嘅尿漬，現懷疑被告涉嫌尿出界唔沖水罪名。證人，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案發當晚你睇到啲咩？嗰日晚上天好黑，我見到我嘅室友即係被告，佢沖完廁所出嚟，鬼鬼祟祟咁，我又冇多諗，咪入到去咯。點知睇到一粒黃豆大細嘅尿漬黐喺小便池嘅出邊，我當時好驚啊！我唔知點算啊，咪即時報咗警咯。冤枉啊！冤枉啊！我冇做過，我冇做過啊！被告，請你控制情緒。法官大人，呢度係一份物業通渠記錄，上面記載住喺1999年3月30號，證人喺宿舍大便屙塞廁所，拒不承認。證人有冇啲咁嘅事？Objection， 此問題與本案無關。支大將，呢個關乎於證人口供嘅誠信問題，點會無關啊？咁我試問下你，大便同小便是否有關啊？反對有效，大便與小便的確無關。好，咁我換個問題，證人，你話你當日入咗廁所之後發現尿漬，咁你當日點解要入廁所呢？係咪急尿啊？嗰晚天好黑啊嘛，我都唔知。請正面回答我嘅問題，係定唔係？係啩？咁即係話你有小便嘅動機咯？唔係啊，我屌！咁你屙咗未呢？我冇啊，冇啊。咁而家不如請各位用 common sense 諗下，一個人如果急尿嘅話，冇可能忍到而家係嘛？膀胱都爆晒啦！應該係嗰晚天太黑，我記錯咗。我其實有屙㗎，有屙㗎。咁你係咩時候屙㗎？阿 Sir 嚟之前定之後啊？我反對，呢個係屬於我證人嘅隱私問題。我反對你反對，喺宿舍冇人可以講隱私。反對無效，證人請即時作答。嗰晚天已經好黑㗎嘛，應該係阿 Sir 嚟之後啩？你喺度講大話！阿 Sir 到達之後第一時間封鎖現場，你根本冇機會屙尿。係嗰晚天太黑，我又記錯咗，係嚟之前屙嘅。好，大家記住呢個答案。咁即係話喺現場發現嘅嗰滴尿漬，有可能係有當事人嘅，亦都有可能係證人嘅。法官大人，我冇嘢講。法官大人，呢一份係被告小學嘅體測報告，上面顯示被告嘅左右眼係反轉嚟嘅。試問一下，一個左右眼反轉嚟嘅人，小便點會對得準啊？唔係，法官大人，我好準㗎，我好準㗎。喺嗰邊啦。大家都見到啦。法官大人，我冇嘢問啦。法官大人，呢度係一份證人高中嘅花名冊，上面證人嗰欄大隻字寫住大花灑3個字。咁請問證人，大花灑係咩意思？我唔知啊，冇啲咁嘅事。我反對，呢個係對我證人嘅人身攻擊，與本案無關。反對有效，辯方律師請注意言辭。Sorry 啊，法官大人，我只係出於好奇咋。咁我唯有去問下佢啲高中同學咯。冇啊！我認啊！你冇問佢哋啊！佢哋會唱衰我㗎。以前就係因為我成日屙出界，佢哋咪叫我大花灑啦。今次我已經好小心啦，都仲係漏咗一滴出嚟，我都唔想㗎。你好卑鄙啊！肅靜。各位陪審員，我諗真相已經浮出水面㗎啦。一個人屙尿屙出界並唔可怕嘅，可怕嘅係佢唔沖乾淨。請你哋試諗下，如果你哋喺屋企或者宿舍，一推開個廁所門，見到地下一大灘尿漬，你哋會點諗？你哋唔會嬲嘅咩？所以話呢啲人係唔係抵死？辯方請注意你嘅言辭。辯方要完成結案陳詞。陪審團請你哋做出公正嘅裁決。你聽懂？我沒聽懂，聽不懂粵語。不知道，猜拳吧。法官大人，我們陪審團以2:2的比例裁定被告罪名成立。
本席宣判被告罪名成立，判無期洗廁所，即時執行。冇可能，冇可能噶！我要下訴，我